我應唔應該轉工？我幾時有財運行啊？呢個係咪我真命天子呢？當你迷茫嘅時間，係咪好想高人指點一下呢？機會嚟啦，朋友！透過我哋 MyTV Super 收睇 TVB Plus 82台嘅直播零接觸，喺 chat room 裏面留低你哋想問嘅問題。如果被抽中嘅話咧，我哋就會直接交俾奇門遁甲師傅張心芬或者塔羅占卜師羅永嫻為你解答嘅。仲有我哋嘅堪輿學家浩雲師傅，每個禮拜俾大家一個開運貼士。只要逢星期六登入 MyTV Super 直播零接觸嘅師傅點算呢個專區，就可以睇到師傅每個禮拜為大家指點迷津同埋算你條命嘅片段㗎啦！有咩奇難雜症、頭暈身興啊？一邊睇節目一邊留言，想開運就係打2隻字咁簡單。香港有唔少人係月光族，尤其是係後生仔嗰一代啊！一到月尾20幾號就冇晒錢，每個月見到張信用卡月結單就頭都大埋。還面 pay 咩？又要捱貴息；俾 full pay 咩？又唔夠錢，個個月都係咁，真係人都癲啦！但係冇辦法，因為想買嘅又多，嗜好又多，朋友又多，酒局飯局樣樣都多，有乜辦法唔係到月尾就使大咗啊？咁喺呢個世界上有冇極速催財還卡數嘅風水法呢？方法一叫做白虎招財法啊！咁我哋首先就要學識揾個白虎位出嚟先。嗱，我哋喺自己間房度望住個睡房門，門嘅最右手邊就係呢一間房嘅白虎位。白虎位本身係殺星，但係白虎位原來有另一個特質，就係可以招偏財，即係快錢啊！不過一旦白虎位被生旺，係會招小人同埋招麻煩嘅，所以呢個方法唔係唔可以用，但係就係唔可以常用，同埋亦唔可以長期用，因為係有副作用嘅。好啦，係時候講下點樣擺同埋擺啲乜。白虎位屬金，而金髮晶又係屬金，有招財效用。你可以喺自己睡房嘅白虎位嗰度擺個金髮晶嘅晶柱，咁樣就可以簡單、有效、快速咁樣提升自己招偏財嘅效果啦。因為啊，晶柱係尖頂型嘅，喺風水上任何尖頂型嘅嘢係會有快速同埋加速嘅效果。如果想效果再明顯啲嘅，就可以用你張信用卡月結單壓喺嗰個嘅金髮晶柱嘅底部，然後放喺睡房嗰個白虎位嗰度，咁就得噶啦。OK， 記住啱啱呢一個係搶偏財嘅方法，係記住唔可以長期用，所以解決完卡數嘅問題就要即刻收翻埋佢啦。第二個方法就係流月風水催財法啦。嗱，大家如果關注每年嘅流年運程嘅話，每年年初大家都去便利店買本運程書，或者睇報紙，或者上網睇下嗰一年嘅12生肖運程，同埋嗰一年嘅流年風水，睇下邊一個方位要擺啲乜可以助旺到自己，又有邊一個方位唔好搞佢，避免影響自己嘅運程咁樣。所以流年風水大家咧就聽好多啦。咁流月風水又係啲乜呢？其實玄空風水係可以細化到每個月都有自己嘅風水局，稱之為流月風水。再細化啲嘅話，其實係有流日風水同埋流時風水嘅。咁流年風水同流月風水又有乜嘢分別呢？
流年風水嘅吉星同凶星效力係比流月風水大差不多10倍，呢個係一個事實。但同樣啊，流年風水嘅生效時間比流月風水又慢咗10倍左右喎。而我今日教大家係極速催財還卡數方法啊嘛。你嘅財嚟得再大，但係 delay 咗10倍時間，遠水都救唔到近火啦。所以為咗喺呢1個月裏面還卡數，催旺流月風水星嘅財星，其實係嚟得更實際嘅。要催旺呢粒星，點樣可以幫到你呢？咁就要睇下你本身嘅情況啦。如果你本身係做銷售行業嘅話，賣多啲嘢就可以收多啲佣金嘅，你應該要生旺流月100星。如果你係想靠一筆少少橫財贏少少錢去還卡數嘅話，咁你就要生旺流月嘅600星啦。下面就送俾大家2024年新曆6月至12月流月嘅100星同埋600星嘅方位啊！知道咗方位後啊，大家就可以喺自己嘅睡房度揾把風扇仔，喺個1個月裏面不斷催旺嗰個方位啦。如果會將自己嘅床頭或者平時玩手機嘅時候啊，搬到嗰個方位嗰度玩，效果仲會再好啲添啊！嗱，好啦，講完啲快速催財嘅方法後，其實個個月都要咁做，都好煩啫。白虎招財法咧就有副作用喎，唔可以長期用。而流月飛星催財法又好麻煩，每個月都要轉來轉去。咁不如講一啲方法可以令大家增加收入嘅來源，又可以儲到錢嘅方法啦。咁咪唔使每個月到月底都咁頭痕咯。呢個方法叫做拓闊財路法啊，就係用5色豆，即係綠豆、紅豆、黃豆、白豆同埋黑豆嚟做一個5色豆招財樽啊。嗱，首先要揾一個透明嘅樽，按照木、火、土、金、水呢個次序順序放入去，即係先放綠豆喺底，再放紅豆，第3放黃豆，第4放白豆，最後就係放黑豆嘅最頂。原來玄學中金木水火土呢5行係代表晒所有嘅行業，而豆又有發芽同埋生長嘅氣息。呢一個就係比較古老慢慢生財嘅方法啦。咁整好咗之後咧，就將個5色豆樽，我哋再擺喺邊度先有風水效力咧？咁我哋就要講另一個知識啦，就係要揾出你屋企嗰個暗財位出嚟啊！暗財位就係實質性嘅藏財位嘅意思。但係揾暗財位之前，大家又要學多樣嘢先，就係要知道自己間屋係坐乜向乜先。嗱，點樣知道自己間屋係坐乜向乜咧？喺風水上以門為向。門嘅相反方向就係坐方，所以大家只要攞個指南針出嚟，正面望向你門口嘅大門方向。如果指南針前面係顯示南邊，咁樣呢間屋就係向南，而南嘅相反就係北邊，即係呢一間屋嘅本身就係坐北向南啦。明白未？嗱，知道咗自己間屋係坐乜向乜之後咧，咁就可以揾個暗財位出嚟啦。以下就係各個唔同坐向嘅暗財位啊！揾到個暗財位之後，大家就揾個箱或者揾個盒，然後再放2張100蚊紙入去，最後就會將嗰個5色豆招財樽放埋入去，冚蓋，然後成箱嘢就放喺相應嘅暗財位位置，咁就大功告成㗎啦！嗱，希望呢3個方法可以幫助到大家，又唔使再為找卡數而煩惱啦〜